今次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幫到香港人解決空間有限問題嘅室內設計方案。不一樣嘅吊櫃。吊櫃多數令人覺得壓迫感好重，令到本來已經細嘅空間更加窒息。以前我哋睇吊櫃一定係下架做法，只係一個擺雜物嘅盒，望落好重，好死板，功能單一之餘，缺乏場景互動。Base Design 團隊利用3招，令你對吊櫃改觀。第一招，同假天花融為一體，消滅厚重感。咁樣唔單止大大提升儲物量，望落仲會覺得櫃體係建築結構嘅一部分，而唔係夾硬掛上去嘅箱。第二招，色面與燈光嘅魔法，揀啱色面好重要。我哋可以利用對比色或者特殊材質嚟highlight個空間。最關鍵係加入燈光效果，除咗有照明作用，仲可以利用滲光去營造層次，完全擺脫嗰種廉價感。第三招，飯廳卡位連吊櫃設計。喺飯廳區，我哋可以訂製卡位連吊櫃。呢種做法唔再係純粹擺嘢，而係定義緊成個動線。卡位底座同上方吊櫃垂直呼應，幫你喺視覺上劃分出一個獨立嘅 dining zone， 令空間感更統一。透過細節處理，吊櫃由儲物容器進化成空間嘅合夥人，參與塑造我哋每一日嘅生活情緒同回憶。希望大家鍾意今次介紹嘅設計。想知更多 Base Design 最新資訊，記得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follow Facebook 同 IG 啦。